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初2公司台记台 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增加20例带病入境，另外台北的防疫旅馆传出有互相烧话的情形。目前确诊者因后生读的幼稚园是先停课。今仔日是连假上尾一天，国道上北过道出现济济车阵。明仔天气会较烧热，不过拜四阁要变寒。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车到拿力大车拼，蔡总统今仔日甲林静怡応援，多少人参加捐款型造势活动。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是无增加本土，嘛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有20例带病入境。台北市中正区某一间防疫旅馆出现3个患着 Omicron 的确诊者，目前基因的定数是有小可无共款。那指挥中心认为讲，同一个病毒复制了后，嘛是有可能会有小可误差，所以也袂当排除互相烧的可能性。国内初2无新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指挥中心宣布增加20例境外移入，是10例男性、10例女性，其中18例已经做过2到3剂疫苗，有关是突破性感染。还是以美国最多为11例，那其他英国有2例，加拿大、澳大利亚、越南、沙特阿拉伯、泰国、希腊及中国各1例。台北市中正区一间防疫旅馆疑似群组感染，根据指挥中心了解，虽然3人都是感染Omicron，不过全基因定数并不是完全同款，亲像17058例甲17099例有些微点差距，17058例甲17085例，或者是17085例甲17099例，只有2个微点差距，虽然不是完全同款，不过有相当可能性在传播了后病毒复制，产生小小的微点差距，推测可能是17085例传予17058例，另外个传予17099例。085他是在29号的时候说他有发病嘛，那他的发病如果他传给058的时候，058在24号就离开这家旅馆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当然是间隔的是有稍微长了一些。那换句话说，他085是不是有可能在发病的前5天，那就有传染力，那可以传给058，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是觉得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地方。不过这3人分别住5、6、2个无共款楼层，到底如何传染？张尚存讲，目前做所有环境采检，虽然14个检体拢是阴性，不过Omicron传染力真强，无法度完全排除环境当中是不是有污染的可能。包括这个环境的污染，也是一个我们担心的。那另外这个，有几个房间的空调系统也许也是我们要关切的。它的排风跟相关的空调系统，它的确硬体上面有一些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会再进一步的处理。指挥中心表示，规个处理过程中已经当作技术军事状况，做必要调回隔离甲必要体检，也可能因为17085例都开始症状轻无注意，一直到2到症状清楚才认为有发病，这可能性也暂时无法度完全排除。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对中国返来台湾30多岁的男性，住伫台北的防疫旅馆，2日期满了后，返去厝里做自主健康管理。昨暉家己做体检验出是阳性，今仔日确诊。在这期间，伊要去幼稚园载因囝上下课，所以幼稚园拜一会停课2天。进前，甲这个确诊者住伫防疫旅馆共楼层的人，嘛有人去挖着 Delta 病毒，无排除伊是去防挖着的。校园关起来，台北市大东区一间国小附设幼儿园传出确诊者的行踪，设置关键清消。台北市卫生局证实是一名幼儿园家长确诊，发病期间捌来接送囡仔，所以礼拜一、初3幼儿园停课2天，扩大采检。我们除了清消以外，我们大概校园会全面暂停对社区开放。另外，因为是幼儿园，那我们整个幼儿园区跟小学这边，我们会做一个分流。这案件疑似是防疫旅馆感染，这确诊的幼儿园家长17181例是为中国登来台湾的30多岁男性，12月12到2日住台北市防疫旅馆，基本进行采检是阴性，等于厝自主健康管理。1月初1感觉身体无舒适，使用快胎器，这是阳性，初2采检确诊。房间就在隔壁。那如果的时间有重叠，所以我们现在是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旅社内的群聚的事件。
那这2个在基因的定序基本上也都是 Delta。指挥中心指出，17101大的防疫旅馆经过复杂3楼进前有人确诊，16941住伫3007号房，住的时间甲17101有定塔，22确诊基因定数是 Delta， 无排除是旅馆群组感染。那防疫旅馆现在的刚刚讲的一些状况，可能它现在的风险比医院高，所以我们会采取比较进一步的做法。那至于防疫旅馆里面的状况，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清查。因为17101等于厝已经一段时间，而且有爸母、太太甲3个囡仔，总共6人，或是呼烦恼有社区风险，毋过疫情中较少，主要是接送囡仔会搁进一步清查。针对防疫旅馆公路站甲前后大柜房客，也考虑做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游览船探索网号停驶7个外月了后，伫下年的迄天恢复航行。经过3天2夜游览，今仔日要到的时阵，倒来到基隆港。船顶拢总有157个乘客，做 PCR 采检验出来拢是阴性。下晡3点开始，或者旅客落船登去厝里。大声的倒算欢呼声真大声，旅客在看日暗暝即天坐上游轮出海，伫海上迎接头一道日头光。游轮探索网号停航7个外月，选伫看日暗暝复航。经过3天2夜的旅程，彻底结束游轮之旅，来到基隆港。活动方面啊，节目少啊，或什么都不方便啊，吃东西也不方便啊，哎呀，又等那么久，下船要等4个小时，哎呀，感觉比较不 OK。PCR 是长一点，不过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是 OK 的。旅客依照顺序落船，拖着大包细包办理出关的手续，因应防疫，船顶157名乘客无论出发还是转来，拢要接受采检。游轮挖港了后，检体爱送验，经过3点外钟的等待 ，PCR 结果全数拢是阴性，所有人拢会使顺利登去厝的咯。我们也是有安排所谓的舞蹈课程，然后还有这个乐队的表演，让旅客不会觉得是说是在等待。第一趟的话，能有就是很圆满的，就是旅客很开心，然后有一个很圆满的结果化，那当然心里就会比较激动一点。一段旅程结束了后，内外拢爱清洁甲保养，业者也强调，船顶的相关防疫拢有严格来落实。即摆旅客检验全数阴性，互游轮的复航做着一重的强心针。不过游轮的旅游安全风险悬，就算疫情有较稳定，防疫相关也是袂使来放松。记者综合报道。伫连假的上尾一天，台湾北部的天气是真凉冷，温度上悬无甲20度。中南部虽然是比较较烧热淡薄啊。不过早暗的温差大，也是要注意。今仔日国道过道了后，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阵，这路段时速是无甲40公里，特别是伫国道5号，塞车是塞要到6.5公里远。也若宜兰到头城到卑南的路段，时速伫40公里以下。元旦假期最后一天，北台湾受东北季风影响，高温无到70度，较凉冷。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也阁有局部落雨。中南部气温是较舒适，暗过一夜温差大，爱特别注意。接下来几天，1、2、3比较属于回温，而下一波的冷空气下来比较有感觉的时间落在礼拜4之后，4、5、6后面的时间又是下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所来几天，各地气温慢慢回升，到初六新一波冷空气落来，就开始变天。开工日进前，各地真侪所在中昼过后出现收假车潮，高公桥有车，上台也是伫港澳，回到6.5公里，其中上北宜兰到头城到北南车速伫40公里以下。的宜兰到坪林这个路段还是有些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左右。不只是国道5号真侪所在拢塞车，国道3号罗南高原路段拖车拢分隔岛，影响12台车，造成双向塞车5公里。高公局也点出重点塞车路段，国际上北新竹系统到湖口、大雅到台中系统，国三上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中华系统到河滨拢是较塞车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即个连假，真侪民众是拢出去佚佗，做伙食饭。伫假期有民众想讲无啉酒，就拒绝警方做酒测，结果伫新年头一天，就因为拒绝酒测，罚款18万。另外，伫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食参高粱的姜母鸭了后，竟然搁甲违规赛车，才当赛出去尔，就随去互警察抓落来。车底搁载3个读国校的囡仔，这种行为实在是歹带头。我拍到我就较歹势啊！我目睭我调，
警察啊，不去啊！互手电啊照着目睭，情绪真激动。元旦透早2点外，嘉义市警方接到酒后塞车闹事通报，到场阁要求酒测的时阵，说皮拒绝，阁表示要找律师。我要找律师来是为了这一点，他一直侵犯我的眼睛，让我眼睛会痛。然后他说要对我酒测，我根本就没有喝酒，他凭什么要给我酒测？去年第一角都因为拒绝酒测被罚18万，车阁被扣走。但前日不服，法院王表示，是警方讲要测阁唔测，不过警方强调执法过程无问题，律师要提醒，环境要求酒测上好是配合。民众有醉态驾驶或是其他情事有酒驾的情形，就可以要求民众接受酒驾测试。元旦假期真侪人自餐，难免会啉几杯啊，或者是食含酒精的料理。高雄六股有一个真汉的家长，看你们食姜母鸭，竟然再三读国小的囡仔，都因为违规，互警方查落来。小客车疑似红灯右转六龟大桥，而且车身不稳摇晃。警方见状，遂一路尾随到六龟大桥西端岔路口，将严姓男子的车辆给拦停。这查甫人酒测值有0.5万，一个上路完全是替囡仔的性命讲算笑，互警方当场抓起来。警方阁一摆提醒酒后唔通塞车，才袂害人阁害家己。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下港是真好天，不少民众拢四界去行踏，想袂到所传出意外，有一个75岁去家己阿里山爬山的查甫人，昨日下晡煞雄雄失去联络，消防人员连续找2天。加在伫下晡3点外的时阵，总算是找到人啊。另外，伫高雄有一个负责人去爬茶山，结果翕相的时阵，煞无细日跋落山坎，致使伊的手骨全安尼断去。搜救人员行入山林，四个伫找一个来自台南已经75岁4地的登山客，元旦甲朋友到阿里山的霹雳山步道来爬山，无想落山的时阵却是失踪。烦恼伊年岁大，较会失温，搜救人员是透暝上山来找人。热点会是在昨天那个山友进去后，掌握到他行踪的第一个点到最后一个点。今天以9点0分前往失事地点搜索。也毋过爬山意外毋难一层，元旦的假期南部一定是好天气，互真侪人到户外去行行去爬山。高雄有一个富人人，元旦甲朋友到茶山海岸去行行，头一摆来茶山，看到美丽海岸线，想要翕相留念，无想才翕完就骨落去，摔一手骨断去。消防局提醒，爬茶山应该避开歹行的路线。注意就是自己的装备啦，而且比较难走的地方尽量不要去，就是以看风景为主就好了。民众下落去的所在是被清水茶山阿郎伊的海岸线高度，依山望海，风景真水。也毋过因为地貌是高位的山路大，加上关节路差大，要路少，常常发生意外事故。搜救甲巡山人员建议，民众爬山上好也是行有登山步道的所在，也避免家己一人去爬，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村的6间核电厂，其中的3间伫咧2021年的上尾一天关起来啊。会使讲是向2022年全面废除核能发电的目标搁进一步啊。不过德国目前是还未找到会当放核废料的所在。德国村的6间核能电厂，其中的3间已经伫咧2021年12月31日正式来关起来，调全面废除核能发电来进行。关起来的3间核能电厂，分别是伫咧德国的布洛克多夫、格罗恩德，还佫有贡德雷明根。因拢为1980年代就开始运作，提供发电超过40吨。Ja, wir werden die Anlage eigentlich genauso abfahren, wie wir sonst in die Revision die Anlage abgefahren haben. Also wir werden am Silvesterabend beginnen, die Leistung zu reduzieren und dann wird kurz vor Mitternacht wird dann der Generator abgeschaltet. 2002年，前总理施洛德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就决定照步来淘汰核电。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让德国反核能的意识搁较来抢悬。原本支持核能电厂延长运作的总理梅克尔，嘛只好来逆转政策，并且创下2022年全面废除核电的目标。所以，村的最后3间核能电厂嘛会伫咧2022年的年底来关起来。So ein Prozess der Stilllegung und des
des Rückbaus, das braucht natürlich seine Zeit, weil auch viele Sicherheitsfragen zu beantworten sind. Aber wenn wir gut arbeiten, dann können wir ab 2023 hier einsteigen in den Rückbau. 路透因素初步数据显示，2021年德国核能发电超占总发电量的12%，就算讲决定全面来废核，德国犹原也未找到上尾下的核废料处置的场所。2020年政府公布最终处置场所的选址的范围甲标准，有90个地区是列入去考虑，预计会伫咧2031年进前来选出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咱来关心在地消息，台中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今仔日是补选进前上尾一个礼拜。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除了伫咧路林拜票，嘛甲蔡总统共台要来有关声势。然而国民党这边，罗秀燕是头一届参加候选人眼款型造势活动。总统蔡英文带着重要的民进党人士带头大发动选，全力要来纠正台中市第2选区民进党立委补选候选人林静怡的气势。蔡英文除了推崇林静怡在不分区立委任内的成绩，更加强调要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国会议员应该要思考怎么做好，让国家的经济更好，不是整天想着让自己的经济更好。大家讲对不对？蔡英文用行动来表达支持，也批评台湾耗费真侪政治资源，这个起因拢是恶质的罢免，呼吁1月初9爱用选票来终结政治恶斗。补选最后超7个礼拜日，民进党是全力来抢票，除了刷6个大造势，林静怡也把时间来抢票，也强调在地性。那我相信，为了公众利益来做事，跟为了家族利益来做事，对于地方的选民来说，这个选择应该不会太困难。另外，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是穿着虎的装扮，伫中市参加亲属的活动。市长罗秀燕也挂着虎的耳仔，甲伊来共台。宽恒哥哥，虎年的话要讲吉祥话，你可以想到什么吉祥话吗？虎虎生风。除了共党立委江启臣甲杨庆英，无国民党大咖来到现场助阵，伊选择用轻松的方式强调在地互动甲服务。另外，最近因为批评推一小众有8神引起争议，也讲要来找回国民党的灵魂。我们内在的灵魂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内在的灵魂就是在地服务，我们就是一生一世都跟我们在地的乡亲结合在一起。伊批评对手敢若想要抢中立选区立委的席次，强调家己甲乡亲徛斗阵。另外，市长罗秀燕是全程拢无表示态度，也无讲到选举的议题，态度是加真保守。记者综合报道。无党籍立委林抢做的罢免投票，初9就要举行啊！支持该罢免的团体去网家国公市场拜票，希望会当有关投票率。然而林抢做是全力备战，民进党嘛大力甲伊小听。家人市长林佑昌甲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是拢来甲伊支持甲鼓励。2022双赢双赢。用3天时间为屏东到台北骑421公里，民进党立委陈定辉铁马队到无党籍立委林昌做的服务处，家人市长林佑昌也来会合，要号召反罢免的力量，为无党籍立委林昌做加油。12月18号的南票北补能够再一次发生效应，在我们1月9号，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南弃北补。长左这一次这一关一定要过，因为他是一个优质的一个立委。拜托你出来投不同意票，要不然可能陈柏惟的状态我们会重演哦。以为出来投是投这个支持林长佐就投同意，所以我还要再告诉他说不对，你要投5字的是不同意罢免。根据台北市选会进前公布的罢免勘站，只要同意罢免票超过58756票，而且超过无同意罢免票，这个罢免案就应过关，比原先有期6.1万更较低。可林昌做将紧张罢免团体是士气大振。那相对于之前预估的61187，降下来大概2000。那各位可以看到，之前的公投同意票是59000多。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次降低，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还是要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1月9号，我们让他回去唱歌。在剩下最后一个礼拜，还是希望林长佐委员回答任何每一个对你质疑的声音，才是真正勇于面对的表现。把投票进前，黄金周罢免团体到网家国公市场扫街拜票，希望有关投票率面对初9对决，双方定赢拢加大义，要拼到最后。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在地表演团体阮剧团，
配合台湾设计展规划大型的台语音乐剧，伫家己旧社区的街路做表演。因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伫看展览之前，会当先了解家己文化的源头。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啊？你不是嘉义人哦。伫街头来演戏，演员一边紹介家己的歷史，一邊啊讀喙鼓。家己在地表演团体阮劇團配合台灣設計展的活動，伫家己市一寡有歷史的景點，演出故事，予遊客認捌家己。因为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演出，所以就直接在场景里面去了解它的历史。好看。为什么好看？因为很好笑。家己市的旧城區有誠濟歷史建築甲古蹟，阮劇團經過的所在，伫拜五、拜六禮拜的時間來演出。民眾唔但有台灣設計展通看，嘛會當行讀學家己。我們也實地的去做了很多的勘察，然後覺得這5個點走起來，整個跟着我們走完這一次的演出，它是會真的是深入嘉義，也希望借由這一點點的演出，可以讓他更知道嘉義的這些特色在哪裡。除了街頭的演出，阮劇團運用家己在地的元素。國際台灣設計展規劃一場大型的台語音樂劇。阮劇團表示，希望來看台灣設計展的遊客，透過演出，會當感受到在地文化的熱情。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天氣報你知，今仔日是連假的上尾一天，北部的天氣比較較涼冷，溫度上懸無到20度。不過明仔載天氣會較燒熱，氣溫有回升，也若到拜四會閣變寒哦。水氣嘛會增加，溫度差不多會降到13度至15度。各位鄉親都要注意天氣的變化。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20度。東部地區上低13度，上懸25度。南部地區上低11度，上懸28度；東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24度。咱來看外島地區上低12度，上懸22度。一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Thank you.